原本厝遐拢被丹纳斯风台吹起的受灾户，现在由中电工程捐赠1000万所协助40户受损的民体。第一户伫客家正式完工，而且因不止受厝顶，嘛同步整理厝内环境，互长期独居、行动不方便的88岁陈老先生，重新拥有安全温暖的厝，相当感动。小弟我做完嘢，我能知道好啊！我安排我多啲钱，我哪不做到天时了？我能感动啊！就感动了就对了。对啊。伫新厝的对象，因为是中低收入家庭，中央除了有15万的慰助金，经济部嘛主动提供家电用品。工程单位嘛将外墙擦甲红记记特别喜气，其中伟铁甲分家男真正指挥官拢亲自到场，除了慰问灾民，嘛向工程单位表达感谢，表明温馨。政府跟地方政府协力配合，那媒合民间最大的中鼎公司一起来帮忙灾民，让他们早点走过风灾，早点走出希望。那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共同来关怀。虽然现在台风已过了，新闻的关注点在别的事情，但是我们还是持续的为灾民的生活尽速恢复正常。中电集团先尽企业的社会责任，响应市府号召，首先工程只开3天就完成。市府嘛呼吁社会各界持续投入关怀资源，陪伴灾民早一天恢复正常的生活轨道。台南新闻军事采访报道。